近年彩耳行業興起，好多以前唔彩耳嘅人士都中意去彩耳店做療程，放一放鬆，去舒緩生活同埋工作嘅壓力。最主要梗係清潔耳道啦。一時間市場上需要大量彩耳師嘅加入，去應付呢一個龐大嘅新興市場。所以本學院就開辦咗國際彩耳創業精修班，幫助有意改變工作環境又冇一技之長嘅你。課程理論同實操並重，由專業嘅彩耳導師同你詳細分析市場趨勢，教識你彩耳、護耳同洗耳嘅手法技巧，仲會教埋你耳燭同洗眼嘅手法添。我哋仲會送一套專業嘅彩耳用具，包括耳道內視鏡頭，耳道嘅情況可以睇到一清二楚。學完即刻開工都冇難度。完成課程通過考核會頒發2張國際專業彩耳師證書。如果同學覺得未夠嘅話，仲可以額外付費申請另外5張國際知名證書，務求令你用最短嘅時間取得專業資格，將你變成一個專業嘅彩耳師。